到明年2024年，台南就是建设400栋啊。其中安平国宝园区内的热兰遮城博物馆是真重要的历史建筑。台南市文化局就举办展览，展出为17世纪以来到日本时代各种2000多件的历史文物。另外，嘛参与成功大学合作，伫园区内设 AR 导览，透过科技，让民众看到古早热兰遮城的模样。厝边活动装置有声音兼投影17世纪荷兰时代吉兰遮堡垒甲市定缩小建筑的模型。为着要让大家了解府城的历史背景，市府参成功大学合作，伫安平古堡内的吉兰遮博物馆办展览。台南市文化局指出，400年前荷兰人伫安平设贸易据点，拍开台湾参世界交流的机会。另外，因头一届结合 AR 技术，民众只要扫 QR code， 就使看到英国吉兰遮城伫遮的模样。原来以前是长荷兰式的城堡是长这样子的，而且呢，可以随着 AR 的这个现代的技术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实地的走来走去，然后相互的古今对照。大家可以利用平板跟手机，好直接去看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当时热兰遮城的哪一个地方，好，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更了解好17世纪的当时的样貌。展览以台湾到台湾做主题，博览馆的柜仔嘛展示各种文物。有2000件对17世纪到日本时代出土的文物，文化局表示，这嘛反映安平考古的成果，嘛证明安平地区正做跨国文化交界的重要所在。其实出土了很多像瓷器啦，甚至于是那个烟斗，这个来自于欧洲的那个酒壶，或者来自于中国福建的安平壶，其实都在说明安平这个地方的一种朝向世界的性格啦。经过时代演变，自荷兰时期到今，甘那村部分的建物留落来，无法度看到原本的起造。不过，即卖会使透过吉兰遮博物馆，让众人了解台南古城的源头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